988大人物有我紅紅兒。即係講到黑社會呢樣嘢咧，你知，因為我哋睇係即係呢個時代咧，我哋睇戲比較多啊嘛，電影比較多。佢哋所謂嘅下層嘅黑係啦，古惑仔啊等等嘅，下層係咯，所以上個兩個年代係點嘅分別咧？嗰啲你係近代嘅黑社會電影嗰啲，即係5、60年代嘅黑社會，同而家8、90年代開始黑社會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？哇，分別就大啦。以前嘅黑社會好有組織嘅，絕對唔到你亂嚟嘅。以前我哋做大哥，全部真材實料嘅，唔係好似而家有錢嘅大哥啊。唔係啊，以前咧嘅黑社會個力量大在咧，因為啱啱第2次大戰啊嘛，全個世界好亂，政府邊度有能力去管理呢啲啊？所以唔單止冇能力啊，由於嗰陣時個世界好亂啊，全世嘅黑社會都同政府勾結嘅。嗱，例如黑手黨橫行無忌喺歐洲啊嗰邊好耐啦，日本都係啦。甚至台灣啊、香港都係啊。係以前如果講俾你聽係嚇親你哋，非常之誇張嘅。因為嗰個年代好混亂啊，又非常之貪污啊，一係警匪合作年代嚟嘅。好多高官根據本身就係黑社會嚟嘅。因為佢做貪污，佢要做工要使好多錢、好多力量啊。佢唔做我靚都唔得。我哋比較熟悉少少嘅咧，就係電影當中《雷洛傳》啊，又或者係《跛豪》啊，即係嗰個年代，應該係嗰個年代。佢哋早我一代。早你一代添，OK，即係嗰陣時已經係我爸爸就係雷洛嗰個年代。OK，即係官同黑道嗰個合作咧，佢所謂嘅一定係合作嘅，係好深嘅，係講親嚇親你哋嘅。點啊？例如以前嗰個年代啦，嗰啲冇黑社會背景咧，做軍裝嘅，做 CID 嗰啲全部黑社會背景嘅，嗰啲官後邊因為點解支持佢先至做到官嘅，直頭係警匪合作。以前坐監全部都係假嘅。坐監係假嘅意思係？全部都係假嘅，因為每個好似香港啊，有幾笪地方啊，有每笪地方都白粉檔，公開1、2千人喺度食嘅。咁另外一個叫豬仔棚嗰度咧，成100幾200人咧喺度等人去買佢坐監嘅。買佢坐監嘅意思係？因為譬如以前呢個區係我做大哥嘅，咁你喺呢度做探長咧，唔係你派人手噶。係我派啲細佬去喺呢度巡噶，咁如果呢度發生啲事咧，因為要交差俾啲市民啊，冇去買個食白粉嗰啲人咧，俾幾多錢佢，俾幾多白粉佢坐監咯。咁啊？係咯，交人咯。OK，甚至殺人都係交人噶嘛，搵個未夠年齡去啊嘛。所以前黑社會嘅力量好大嘅。嗰陣時好大，隻手遮天啦，都係所謂可以。直頭係大細嘅。OK， 但嗰陣時嘅黑社會非常講道義嘅，每年嚟嘅。但係講入會呢樣嘢咧，我哋就睇翻入會啦。因為而家好簡單嘅啫嘛，咁你跟就跟啦。咁以前會唔會係好繁複嗰個手續嘅咧？以前話你話跟噶。係啊。以前佢觀察你3年。吓？嗰3年叫藍燈籠啊。係。藍燈即係掛住先，觀察期，觀察你係幾種人才先收你嘅。睇下你係咪真正品格好啊？如果你品格冇收，你咪出賣啲兄弟。明唔明啊？明白。要講呢個品格係咪有真情真意？咁另外係真情真意，睇你有咩人才啊？一係你打得嘅，一係有腦嘅，一係有錢嘅，即係對個組織有幫助先收你嘅。OK，你即係觀察你3年係得啦，先同你做手續。做手續做3年生4九。349係生嘅時間，生49，生舊個生啊。OK，咁啊再做3年老4九，咁先可以輪功扎職啊。9年啦，咁就9年啊。咁你譬如20歲加黑社會，你係咪到咗30歲啊？係咯，30歲你要扎到職咧，冇40歲唔得嘅。因為點解咧？佢一個橫頭有1、2千人、2、3千人，一年只係扎4個人。扎4個，即係。仲有一個白紙線，2個紅棍，一個草鞋，即係幾千人嗰度揀呢4個人出嚟扎，就睇呢年啊發生啲事啊，睇嗰啲人嘅表現啊，適宜升咩職啊，扎職即係升職啊。所以以前佢做大佬咧都40、50歲噶啦，因為你扎咗嘅職先可以俾你收人嘅。你省仔唔可以收人嘅，唔係而家話你中意收就收咁。但係所謂嘅扎職係要做過啲乜嘢？即係升職啊！要做過乜嘢功勳先可以扎職嘅咧？
譬如喺搵得錢多定係點啊？唔係，絕對唔係，絕對唔係搵得錢多。嗱，譬如黑社會日日都發生事噶嘛，以前好多利益噶嘛，好多紛爭噶嘛，日日都發生事噶嘛。例如打得噶啦，你夠膽啊，成日打得啊，咁就扎你做426啫，即係做帶隊去打嘅咯。嚟喺啲年年工作，哇！你對啲兄弟啲交際力好好啊，你啲兄弟啊係咪好好感情啊？係。咁啊，扎你做432做草鞋咯，草鞋啊，你明唔明啊？我話諗嚟喺呢年，哇，發生好多事，哇！你發揮個腦好厲害，開親會出啲主意好好，同埋你臨場指揮好好，哇！你對黑社會又好有腦，咁啊扎你做415咯，啊，嗰啲就係黑社會個權力最大嘅，嗰啲係管理黑社會同負責對外講數嘅。988大人物有我紅紅兒。988大人物有我紅紅兒。黑社會有幾本書嘅，有幾本書啊？級定係咩啊？嗰個書係嗰個書咧，黑社會厲害在咧嗱，係你講每一句說話都仲有首詩嘅證明。而家你俾你發明另一種言語，係咪已經好厲害啊？係啊，但每句說話仲有首詩嘅證明，呢度先厲害。即係暗語啊？暗語啊，例如頭髮，我哋黑社會叫我哋叫頭髮啦，黑社會叫青絲啦。咁咧問你話咧要青絲，我問你有何為證？你要驗首詩出嚟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嘛？即係例如筷子，我哋叫筷子啦，佢叫金梗啊嘛。咁啊有何為證要驗首詩出嚟？哇！佢有鬼話、孤話，有好多種話嘅，都情個詩去情喂。咁佢幾本詩好厚嘅。所以聽如果你咁講嘅話，即係唔識字係做唔到黑社會個，其實啊，唔係幾難啊！頭先你講詩嗰啲詩句。唔係個個識咁多呢啲嘢嘅。O K， 即係大概咁上下輩份嘅時候，先至開始識嘅呢啲啊。同埋有人教你噶嘛，教普通嗰啲咯。你冇識咁多。但係而家仲會有咩？啲手勢啊，乜嘢好多嘅。但係而家仲會有咩？呢個差唔多塞錢咁滯啦。而家可能就係講樂講錢，同埋以前嗰個放台啊，即係我哋黑社叫放台啊，即係篤手指啊。嗰個入會儀式啊，我諗比前世嘅總統登基更加隆重嘅，佢係厲害到不得了，嗰個折頭係洗腦儀式嚟嘅。係點嘅？你一家經過嗰個儀式，你整個人個思想乜都變晒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太過隆重啦。所以呢個陳近林呢個軍師咧，我話佢係非常之厲害。發明啲嘅情報係明朝嗰個陳近林啊，紅花會啊。唔係，嗰啲係故事嚟嘅，係洪門，嗰啲係洪門嘅。洪門 ，OK， 洪門係反清復明嘅。由於佢以前係反清嘅，所以要好嚴密嘅。所以陳近南係有嘅，紅花會係冇嘅。陳近南係我哋先生嚟噶嘛？咁多年係佢發明呢啲儀式，呢啲咩噶？孟宏龍就係我哋個大哥啊。OK， 明朝個大將反清復明啊嘛。OK， 所以其實 Teddy 哥你入所謂嘅即係幫會啊，就黑社會啦，係冇抗拒過嘅。冇，做咩有抗拒？我喺下邊俾人咁樣恰，一嚟到，哇！呢度係自由啊，唔會再俾人恰啦。咁啊，梗係加入黑社會噶啦。但係一去到香港就唔一去到香港即刻就入噶啦。啊，唔係，我11歲落嚟。16歲先加入。16歲加入。咁細佢唔收你噶。哦，以前我係第一個最後生加入黑社會嘅，係因為嗰啲黑社會全部識我老豆嘅，佢知道我係我老豆個仔，佢先肯收我噶。不可能咁細個加入噶，唔同而家細個加入嘅。係咯，以前20幾歲先會收你嘅。即係而家會有同黨啊嘛，佢叫做。係以前唔收呢啲細路哥嘅。哦，嗰時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咧，習唔習慣香港成個風氣啊？嗰細路哥好易適應啫。嗰時有冇讀書啊？翻學？有，但係讀書老師又收兵買馬，吓翻喺學堂都有招兵買馬。咁嗰時啊，好打不平啊嘛，一見到啲同學恰人哋又有搞掂嘅，見咁好多人崇拜我咯，好多同學跟住我咯。但係咁樣搞事法，咁校方咁啊後尾俾人革除咯。但係我爸爸俾我讀啲貴族學校啊嘛，佢哋都唔敢點樣去革我。明白，所以嗰幾年讀完書。即係出嚟啦，16歲啦嗰陣時係16歲嘅時候，有冇諗過自己做啲咩㗎？會我一想喺黑社會蒲頭咯，一心就有個目標就係黑社會。因為以前黑社會好多入息噶嘛，你知唔知以前所有錢佬10個8個都由偏門嗰度出身噶。所以16歲入去嘅時候，
你成個感覺係啲乜嘢咧？係咪覺得我一定要做大佬嘅？一定。16歲啫喎，但係你嗰陣時。梗係啦，因為我讀書已經做阿頭啦，點會肯做僆仔？但係嗰陣時係僆仔幫嘅大佬啊嘛，做阿頭啊嘛。但係佢僆仔幫嘅大佬嘛。不嬲咧，我有呢啲雄心壯志噶嘛。OK， 但係你點樣俾大佬睇到你嘅才能啊？黑水城有事發生噶嘛。一開始來，哇！呢個咁犀利嘅咁夠薑，因為啲香港人一見到多人佢係驚噶嘛。我唔單止唔驚，我仲撲埋去，係咁就佢哋啊嘛。另一樣咧，係我老豆對佢影響大到不得了，因為我老豆咧就當時咧就係同日本仔打仗嘅，佢一出錯咧就會死好多兵嘅，所以當我哋細個嗰陣時咧，如果唔用腦咧，佢做一件事咧俾佢冚兩巴，話佢哋係大冬瓜嚟嘅。呢個咧變咗我哋，哇！又細個又好重，佢成日打完你咧，有兩個人你以後唔好做人頭，你做人頭會害死好多人，咁變咗我哋好重視用腦。所以我啲兄弟就好後生就可以做生意做老闆。我話我行入黑社會更加鶴立雞群，因為黑社會啲人全部唔識用腦噶嘛，用蠻力，佢哋冇讀書，老豆老母唔識教啊嘛，佢全部都以為拳頭就得噶嘛，係嘛？喂，咁你走又用腦咧，喂，同一班唔識用腦啲用腦嘅咧，哇，佢哋咪好震驚咯。當你係神咁咯，其實唔係，佢哋唔識用腦，不過我用腦啫嘛。嗱，我哋睇真係好似黑社會或者黑道好多片啦，兩個字淨係掛喺後邊嘅義氣呢樣嘢，但係有冇發生過冇義氣嘅事啊？喺我嗰個年代非常之少嘅，真係，即係出賣所謂嘅出賣，根本喺我嗰個年代冇人夠膽，因為一定死嘅，仲會死得好慘嘅。一個年代最忌嘅就係二五仔啊嘛，同埋嗰個警匪合作啲出賣人哋即刻知噶嘛。呢個年代梗係多呢啲啦，嗰個年代冇人夠膽噶，嗰個年代真係去執行噶嘛。以前個黑社會生殺權噶嘛，冧完你跟住叫個僆去9隻至3碌就得噶嘛。咁啊殺呢就殺呢，唔係同你講噶嘛，可以交人啊嘛。但係而家唔係啊嘛，而家拉謀殺係嘛，仲拉好多人，個社會已經上到軌道唔同啦。明白，社會已經上到軌道，將黑社會嘅勢力全部瓦解晒噶啦。而家唔單止黑社會俾瓦解，任何人犯法嘅事都過唔到關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太多眼。唔係啊，佢前世係上軌道啊！你總統犯法都坐監啦，做官嘅犯法都坐監啦，好有錢犯法都坐監啦。何況啲黑社會唔係咁容易隻手遮天。黑社會咧就係喺混亂嘅年代，即係亂世出英雄，即係喺嗰個年代先蒲頭嘅。OK， 但係幾時開始 Teddy 真係會覺得係咯？呢一行同我良心可能過唔到嘅。哦，你問得好好嗱，我咧對個良心最大自責咧，就係後來我喺黑社會蒲頭之後，我咧就發覺，哇！我好驚我自己嘅性格，好驚我自己一反起面上嚟就好得人驚，乜都敢做啊！呢個性格係令我發覺，哇！我個 IQ 比佢哋高咁多，哇！如果我咧繼續行落咧，會變咗殺人魔王啊！即係變咗殺好多人嗰啲。988大人物有我紅兒。